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我的那边，叫你们叫做说你鸟，就像叫你们的普通话。用粗的，用粗的你们看看得上。越粗越清楚。对。哇，我们大收尾了。哇，来了个电脑。算是沙碗漂亮。来了个电脑。啊，别那么大，别那么大的木。我呀。这还是要耐心的，哎，耐心。我都做了2个多月，才13次干嘛回了吗？陈哥，在湖南，在湖南。这个网上在外面买，我一有空就打，一有空就打。哎，那个手都起泡泡，好不好？你操作你是，哎，你不会操作你的。还有把学业买回来都不行。一个月都不跟你在想跟抓练习抓之后，才慢慢的，嘿嘿，你一上手以后就很好了。前面那1个月给你要有耐心了，要突破。后面会的，我做。嗨嗨嗨。手很纤巧嘛，对，要有耐心哦。1、2个月。那个，我们的那个阿嬷哈，一直在旁边鼓励我啊。加油！加油！本来要放弃的啦。结果你做了加油声，已经好了。哎，就做到13次了。哎，到了。松掉了。打结。松掉了。如果我现在要做第二条的，一定会很漂亮，因为我做现在那个还有很多的那个接头啊，还有这个把娃娃给你哈，有时候忘记了这样子。加眼睛。哎，加眼睛。那以后我买。这个一定要用白色的线吗？没有黑色的，那个摄影的那个没有，因为你要以抓鱼为主的话，什么颜色都有啊。你要以抓鱼为主的话，应该是用这种白色的。哎，他看不到啊。如果说你要做装饰的话，你可以用彩色的啊。对哦。而且线可以粗一点，比较好做。也很快就做完了。对呀。嘴巴做还快玩够。大一点这样，跟人家买的是那么贵，原来办公室。哎呀，跟人家买的都像16指的哈，多少钱？他们一件的话就1600呢。1600有1600。但是哈，用手工，我看那1600真的是不划算的，不划算的。我下次买的话一定不会嫌以前老人家都是用手工啊，对呀对呀，他这个都是用机械的。机械的，可能有1000多块，那是值得。用手工1000多块啊！哎，以前哪里有对外的服务，都是老人家都是用手工来做的。对呀。也有用机器做的。现在有了，这就是用机器做的。哎，机器人哦。机器人。对1600没关系。对1600。今晚有没有钓完真的会上那个？谁拿去的那个最大的？啊，最大的。可是那。网针大的。机器做的就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啊。是怎么样？是很整齐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机器怎么会用？多大眼的？其实手工也是很整齐。是吗？太大哦，太大就会。没有关系了，为了教学牺牲。没有关系了，马上就可以到琼林。关系。现在网都还没有补好呢。你们还不会补哦，没有时间的。哦，我们这个先弄完，下一次还会再开课。下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再开课呢。对，才有机会。下一次就验收我们中途的做下半年了。是这样子吗？进阶。下半年就。暑假可以啊，他暑假功课这样。没关系的。这是做头嘛，做眼睛嘛，下一次做一半的成果。也不要做太大。最起码可以做法拉赛的。法拉赛会吗？
别篓子，做我们的披肩也可以。法拉塞，我们很难呢，法拉塞。如果用线的，用毛线做，用毛线就可以做披肩呢。没有，我们要做披肩。不要抓鱼了。一样的那个，一样的因为方这种做法比较好，要分两次呢。我们先做它的头啊，然后再开始再做这个第二个袄。头是这样做的，然后，就是要做一个木而已。有堂啊，你来要几木？过来，几木？你现在38木。38。哎。哦。它的头就是38木。等于38条就对了，几头哈？对，38袄。你要到40的话也是可以。哎。就是越大，木数越多就越大。要注意看哦。好。我们是先做到那个头袄，等一下。这个方法又不一样哦。好。这样哦。麻烦了。我用大一点的再出来哈。好，等一下。也是从中间，大部分都是从中间拉开始。左手拉，右手追。跟木果的对，不是现在做。不是。不是。要几次啊，老师？这多次越好。左边右边。让它不要去动就好。不要松掉就可以。你高兴最好。好。大概就好了啊。要做38个。做38个。没有了。我说大概要怎么绑啦？怎么绑怎么弄啊？这怎么讲这个？结啊，一个结。要做什么用的？起头。收尾用的。起头的尾。这个是那个尾巴。太快了，这是我们刚做的。也是一样啊，刚才绑那个石结一样啊。多绑几次。这个这样就好了嘛哈。对。用自己的方法也可以。对，只要不要掉。不要按照我的方法也可以。你高兴怎么做都可以。直接绑就好了。对。不要松掉就好了。能够连接起来就好了。可是还是用这样比较稳。对了，这样子这是标准做法。标准做法。SOP。这个是传承下来的，哎。你看，你看弄不好，你弄不对的话，就会跑的。剪掉了。跑掉了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老人马上生气了。老人家生气了，为什么就这样？就是是。这个老人的智慧财产。问题都很可怜了，都没有申请。3。是。都是给他烧。大概就怎么做，还给你们知道就好了啊。你做这个是要穿铁哈，要穿那个铁环的嘛哈。对。然后再从它的那个下面开始做接线。是这样。扶我回来。对。我等你了。在那个沟洞前面，洞在下面呢。这个啦。那边。这个啦。对。沟啊。那么多。 38木。38木。下面呢？下面那个灯。
谁过来？你已经做了几次以后啊？我们不是做实木吗？今天我有做没到有，你们没有办法做实木了。还要去找贴，这个是这个，现在只是做那个还没头而已。连头都还没有嘞。他只是教我们怎么绑而已啊，怎么结啊，不是这个要打用在哪里？打那个结啊。这个要用在哪里？里面这个吗？对，就是在这个第一个头。第一个头， 38目。哦，我知道了。38是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掉吗？对。这一个哈，妈咪咖啡多尼南姑呢，然后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勾这个线。嘿，把揪了，就这没。他说把揪的。我们机架一个呢哈，比较简单，不前面你呢？对啊。用这样的话是真的啦。这个是这一层就对了。对。哦，我以为是这个怎么那么细，这个那么。没有，不是。哦，原来是这一层。对，第一层呢。哦。这一层就是38目。收音到。还要弄几个？10个。好啊，好，这个5个6个6个啊。绑起来，对。 6个，就是这个。就是这个做示范的。示范。暂定6个。嗯，看你自己意思。这个38嘛，你们回去到明天早上还是用不稳。真的。你开始，他是开。好，好，这个要掉吗？丢。对，这是起头，头呢？不是起头。我一直说这是起头是从万收尾的事起头难。从头开要始。颠倒了啦。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起头。这个不是起头了，啊，这不是起头了，这是成品了。哦，成品了，哦，这是收尾了刚刚那个。是几头？好，这个成品的就开始一直打结了，现在是陈皮。成品。就是全部都编好了，一直编到好了，就采用这个就对了。这是一幕一幕的问题呢。没有，现在这个才是真刚才我们的。在练习，真的头啊！刚刚三种，这个才是真正的。对。我们怎么都做假假的，现在才要做真正的。先做一个。你阿公那个嘛是马上做，搞啥呢？快点不？哇，kasi mazaza sa ni we, mazanga lang ang makatubong. Mo imazanga chiyo. Sa nahula man ta. Wala luto ko. Kupasiman ay. 现在是做什么？就是我们刚第一次做的，真正的，我真正的。真正的。那我们刚才这是假的。不是啦，不是练习练习绑那个而已啦。啊，哎，这些就背了，先固定头，对，先开始了，固定。来，哎呀，真的是。哦，三奶，固定头。来，然后开始吃了啊。第一个眼睛。对，第一个眼睛的。它是眼睛是活动的，啊？眼睛活动的。是啊。对呀。眼睛不活动，不是死了？最好是它的接头啊，一定要在上面哈。对。一个。哦。刚刚老师教的嘛。对，刚刚老师教的。3个。这个还不用木板就对，还不用那个竹片的，木板比较好做呢。对。
我那不收。都不到。姐就是要弄紧一点哈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结真的要弄紧一点。这个松掉了，松掉了。掉一个。帮他补嘛，帮我会他欺负人。才不会那个。是，他是要从哪一边？问题是从哪边开始翻起头？其实这往左边个几个小时真的是不够了。包含你们还好没办法记。외국어를 미술 안 둬? 외국어를 미술 안 둬? 야. 自己的自己自己啦，没关系啊，不够下次才可以开课啊，才可以开个第二个要做要第二阶段工第三人段。谁做不要紧张，我们一定可以做完的。了解一下它的步骤，它的不要紧张，我们一定做完的。不知道成果是不是八卦网都是成品？背心呐，披肩呐，可以做这个成品出来都不一样。从头重新再来。反正做法一样嘛。我要做桌巾，跟凯米设计好了，我要做门脸，不要讲太快，交出来，要交出来，这样。就是有那种上面会就可以了。对啊。没有动工就讲太多了吧？现在要练习头而已。有啊，我们要做披肩啊。朱茵要做披肩，叶莹要做那个桌巾。哎，对，都已经想好了。我要做肚兜了。肚兜。还有。第二幕。的围巾你可以原来是这样哦。哦，这个才是哦。这个机器做的哈，再看，再看。先练习吧。哦，对，然后再第三个。第三个。哦，这个才是真的。哦，这样子。哎，我们可以做上衣呢。那个头可以补那个领子那个地方。这个是披肩的头。再来。第四个。这样好像比较简单呢。怎样？跟弟弟一样呢。从那个绳子这样子，这样好像比较粗的线比较好。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。所以我不要做那个那么细的。用引线就 OK 了。我要出现的，我要设计。可以用那个6分的。你回去用毛线练习。哎，对。然后当装饰啊。有那个。人家就这样子，然后挂在墙壁上，差不多弄到这样子就好了。还是怎么呢？啊，这个变成圆形的这个呢？对了，变圆形哦，然后再回来这边，再回来这边。回到哎，然后第一个，刚刚那个脖子那个地方有没有？对，回到第一个开始抓。继续往下就对。哎，这个要多，我们就没有所谓这个要多长，这个要多长，这个因为这机器做的比较简单，这个老师做的话，那个36条应该是在这个铁这边下班。总共有38目了。哦，38目这个眼睛标准的吗？啊，这个呢？啊，这个呢？不一定哦，要不一定，大小。你要看这个这样的。啊，这个就是随便你就对了。有2分。有2分，有1分半的。预设这个，哎，随便你就对了，你要戴眼睛有多大啦？这个是38目呢，38目，有的60目，啊，有的60目了。越大洞的是越少，还是越小洞的越少？这个啊，你这个有的是有分。大洞的越小越少。越少。哎，越小洞的越多。它比较密啊。哎，比较密。较密。哎。啊，这个都变圆形啊，这里面还有。是这个是随便要多大就多大，那个你的眼睛。这2分的要38条。对，就是这个嘛，就是这个。对。因为它是以这个线的那个。啊，如果要，所以就一直呢，这个才是真正的。对，这个是。没多送来1000，就是才会变成一直干，一直一直往下勾，往下勾，就刚刚那个平平的不是啦，对不对？刚刚那个平，那是我们练习，那是你在做肩的，在练习勾。刚才的
刚才那个是让你们了解八卦网，那个是平面八卦网的那个，这个是那个木，是要从那要怎么去怎么编怎么去。可是真正是这样的啦。这个怎么方便？然后它是怎么样下来是怎么加眼镜？下来也加眼镜加吗？要一直加。一下一层就加一个。就是刚才你们说波斯的一样的道理啦。第四加木，然后加木，到第10再加，然后再到加一木，然后再一直到第10，一直勾勾勾勾，隔一个补一个，隔一个补一个。10以后就是隔一个，隔一个。老师，我问你，你要把它一来一这边要怎么缝口才会圆圆呢？到第10个，一样啊，你要吃这个，第一幕啊。对呀嘛，还阿拉安懂。阿拉懂你第一幕。你要知道啊，要它是要怎么接上去，是不是两边抓一起？对，就这样嘛。哦，你的意思说要两边抓一起才会变圆圆，要不然你看我们会拍呀。嘛，第一幕嘛，这边嘛。对。把说阿拉安懂还要给它那个接起来的。对。所以没有问这个。对。才会变圆形。就变圆形。对。然后再往下，给它搞到这边，来，我让你们了解哦，那里看得出来一个。看出来那个接的那个。接的刚刚那个线，一定会有一个接。有啊。帮你老公的，帮你老公的，这个怎么样？机器，这是机器。机器也是。这边，你看。就是变圆形的那个加法，加木。这里也是从上面加的。过下去的。所以这边是两条对。对，这边就变成。这个也是哦。对。加一个，隔一个，加一个，隔一个，对，这边2个，这边1个，2个，1个。对。一直往下，从第11开始这样。对。加一个。